呢2年喺香港嘅營商環境就好似一個廚房，有人切，有人執，有人炒。講緊嘅係有外資響度撤資，有傳統老店執笠。今日亦都有報道指出，傳統嘅大企業恒生銀行傳出炒人，可以話香港未到打風季節，一個完美嘅經濟風暴可能經已來臨。恒生銀行尋日傳出開始裁員，個別部門削減人手幅度介乎10%至50%，而可以留低嘅人都有排驚。因為有報道話，即使未有被裁員工，亦要重新申請職位，即係話可能全部職員都要重新見過一次工，而整個過程目標係響6月之前完成。恒生就冇對裁員傳聞作出回覆，但係佢回應詢問嘅時候就指出，銀行會不時檢視業務同埋營運作出適切嘅調整。講到咁，其實都間接咁證實咗呢個傳聞。而今次恒生裁員亦都唔單止影響銀行業。有評論就擔心恒生銀行啟動嘅銀行業裁員潮，對香港本身已經好疲弱嘅樓市造成影響。由於銀行一般會提供高成數按揭貸款作為員工福利嘅一部分，呢部分嘅福利會隨住員工離職終結。如果嗰啲部分員工係喺2017或之後高位買貨，佢哋好大機會依家係負資產，因為負資產物業要轉按絕對唔係容易，一嚟要自己補錢減低個貸款金額先可以再借貸，同時間呢批人因為失業，就應該提供唔到銀行審批轉按果時所需嘅入息證明。以而家個就業市場嘅情況，可以話連要個面試嘅機會都唔係咁易。被裁嘅員工未必咁短時間之內揾到工，響冇入息證明同埋負資產情況夾擊之下，相信佢哋轉按去其他銀行會係難上加難。希望銀行會特事特辦，唔好去 call 窿，如果唔係真係有機會逼死人。另外，講到香港嘅住宅市場，尋日香港本土研究社響 Facebook 出咗一個 post，總結咗過去1年入面總共有27個有傳媒報道嘅地盤欠薪個案，大部分都係涉及中大型嘅承建商。由於工程減少，建築界嘅情況都非常之惡劣。如果恒生裁員呢單嘢處理唔好，分分鐘會令到地產發展商同埋建築界百上加斤。大公司裁員呢單新聞同時，尋日其實亦都有報道預告好多小店嚟緊會結業，又或者縮減經營規模。大為著名小食店華輝小食響今個月尾會結業。人氣大排檔坐撚記亦都會關閉西環分店。響香港人北上消費成為熱潮，零售消費模式改變，越嚟越少遊客嚟香港大詐金錢消費。再加上依家外資因為中美角力而減少對香港資源投放，相信呢個結業潮都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解決。雖然政府呢幾年年年赤字，但係都希望政府可以推出更加多嘅輔助中小企措施。唔知你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我哋係時事菠蘿雞，如果你中意我哋呢一條片，就幫手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。